而我哋警方初步調查咧，死者係34歲嘅本地男子啦，而佢係持有香港嘅身份證嘅，而亦都係有黑社會嘅背景，佢係冇其他嘅同黨嘅。而警方喺呢名男子頭先我所講係揾到一啲毒品啦，我哋唔排除佢喺犯案當時咧係可能咧受呢個毒品嘅影響嘅。而今次兩名衝鋒隊嘅人員，佢哋亦都係絕對符合咗我哋警隊使用槍械嘅要求，即係佢哋係拯救咗一位無辜被挾持女途人嘅性命，而選擇去開槍，而呢個亦都係冇其他選擇嘅情況底下去使用槍械。